今日咧就嚟到大眾名創優品，上次去完油麻地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要話俾人聽，呢間名創優品4個字，偷呃拐騙。我哋傳單可以問我啲朋友去攞下7宗罪，佢點樣去偷咗好多香港設計師嘅設計，偷咗好多香港設計師嘅版權，然後就盜用喺商品身上。係1毫子都冇俾過香港嘅設計師，除咗香港之外，仲有好多挪威、瑞典設計師都係俾佢溝咗啲版權，所以我哋話俾人聽，呢間名創優品，呢間大陸嘅山寨版係偷呃拐騙。千祈唔好幫襯，嗱，你可以幫襯。第一，我唔想香港人俾人揾笨；第二，我哋唔想香港就變到好似大陸一樣，除咗騙子之外，就乜都係假嘅。咁啊，入邊呢間嘢賣嗰啲嘢，大部分都係偷人嘅設計，係1毫子版權都冇俾過。仲有呢間嘢7宗罪，包括一開始入邊係全部簡體字，或者你叫繁體字，而係冇正體字、繁體字。佢擺明呢間嘢就將女人街人睇開圖，求其嗰啲設計啊嚇，改兩隻英文就扮係自己個設計，將女人街嗰啲嘢就帶落嚟，仲要賣到貴一貴先，所以千祈唔好幫襯呢間名創優品啊，偷呃拐騙。如果你唔信香港有朝一日好似大陸一樣，淨係偷呃拐騙，開晒啲山寨嘢，跟住大陸設計，甚至抄人嘢扮日本嘢，我哋就要抵制呢啲咁無良或者俗稱咁撲街嘅商店。抄人嘢打官司仲會勝訴。可以問下我哋身邊攞張傳單睇下，佢有咩咁衰？偷人設計，攞人版權1毫子都唔俾，明唔明？就偷人嘢，就扮日本設計，所以我哋唔信香港有朝一日就全部都開晒啲偷呃拐騙嘅商店，我哋唔信香港淪落到好似大陸。買啲嘢全部都係假，全部 A 貨，全部山寨嘢。我哋要尊重版權，我哋要尊重香港設計師嘅心血，唔可以任由香港人嘅設計俾人偷。我哋唔可以任由香港人嘅錢，包括你哋嘅錢，去俾人呃。當然，你哋可以幫襯，但係你哋幫襯就咗助紂為惡，我哋會咒你死全家㗎。好嗱，呢間名創優品。千祈就唔好幫襯，可以攞張傳單睇一睇。點解我哋今日或者繼上次要再嚟呢間嘢？因為佢就係賊竇。我哋對啲員工咧就好客氣嘅，雖然你幫賊竇打工，你都係賊，但希望啦，呢啲咁嘅即係低技術嘅即係職位，你去幫自己做第二間做維安啊，做對面嘅服務都好啦。嗱，呢間名創優品偷呃拐騙叫你啲人。大家攞張傳單睇下嚇。今日我哋就話俾人聽，呢間嘅 coffee shop 有咩咁衰？可以除咗嚟呢間，我哋繼續29間分店，會全部都去運。我就好希望大家會知道呢間嘢真面目嚇，就唔好幫襯咗，因為創優嘅已經好慘啊嘛。7宗罪，你啱啱佢入